喺1953年喺康大圖書館成立呢個精裝部，就係由我同阿伍醫生一齊嘅。當時我得2個人嘅啫，咁就一路做嘢做到1975年呢，就開始搬上新圖書館嘅時候呢，就開始擴充個部門啦。咁樣搬咗上去嘅時候呢，個部門就擴大咗啦，就人手啊增加咗啦，咁啊人數幾乎到成20人咁滯噶啦。咁就機器又多咗啦，咁出產嘅產量加多咗啦，咁就同時呢，就呢個聖雅各福群會呢，就叫我哋收佢一部分學生，就有10個到啦，有男有女，咁就佢嚟呢，就幫手做啲輕便嘅精裝嘅書籍，咁啊順便教佢哋做下嘢啦。係唔係咧？即係主要嘅都係即係男工嘅多咧，因為即係全部都係精裝部嘅。係啊，主要就係男工嘅多，就其中咧尾後嘅咧就有請佢幾個女工，幾位咁多啦，就變咗我哋嗰個部門咧男女工都有啦。咁對於今後嘅一路做嘢咧，做到我退休為止咧。但係我嘅希望咧，就將呢個部門咧一路擴充，希望為大眾全香港嘅圖書館嚟到服務，係我願望係咁啦。4年1月2號入職，我個工作就係喺圖書館將啲書用匿架又溝毒藥，由佢防蟲，同時咧就係將啲名貴嘅書、有代價嘅書咧，就等油好晒佢。如果假如有一個蟲孔嘅話咧，就要毒碟追到尾為止，用藥導咗佢。係呢個油係要去到化學房嗰度攞嘅毒藥，嗰條藥方而家仲存喺拉記，喺屋企嘅存咗喺度。呢條方咧就係當係秘方嚟嘅，唔可以泄漏出去嘅。因為嗰陣時咧，除咗香港大學有之外，冇人有呢條方嘅，唔可以外泄嘅。咁你呢份做咗幾耐度啊？6年咯。逢啱大學堂廢除咗嗰個3級文員之後咧，而家因為圖書館館長馮平山圖書館長黎樹添先生提倡要攞翻個3級文員位。發動起嚟，無論係 boy 或者係我嗰級油蟲嗰個連我都帶挈埋咧，一上就上翻去3級文員啦。所以咧就恢復咗3級文員位。呢一個咧係好多謝黎樹添嘅，冇黎樹添幫我哋爭取根本係冇可能嘅。咁啊爭取翻3級文員之後，我就變咗3級文員咯。咁都唔使聞嗰啲臭味咯，嗬。Mr. Queen 都有幫手。係啊，Mr. Queen 廢除咗呢啲嗰啲油書嘅氣味唔愛，但係咧就要追蟲噃。如果追蟲都係俾翻我做噃，3級文員都係要做追蟲嘅工作。上咗飛位之後咧，就睇屋企咧負責翻嚟嗰啲書收，買咗啲書翻嚟咧，我 open 咗嗰啲 parcel， 然後將啲書分類，邊啲係咩啲，邊啲係咩啦，有啲嘢總之係法律嘅，邊嘢都係要我分好晒之後咧，我就分類之後咧就俾嗰啲二位咧去編啊，編完之後啲人又拎翻啲書出嚟咧，就由我落嗰啲磁帶啊，因為係用電腦。電腦掃描啦嗰陣時，咁樣咧一直嗰啲入邊好多啲磁帶啊，要我安裝啊，啲書打印啊，就係除咗唔使油之外，但係做完之後咧，我一定要又要拎翻去送翻去俾屋企嗰邊等佢哋編書啊。其一年啊最高紀錄係5000萬啊，賣5000萬書啊！我初入一次個時間咧，仲要幫手做 filing 啊，好多嘢要做嘅，當中甜酸苦辣乜都齊啦。當只係怨一句咧，我相識嘅嘢太少咯，
不過都尚好，幸運仲可以做得掂，仲未有出過錯。呢啲就係24年半嘅經歷啊！點解話唔夠人手？就要我哋咧屋企嗰啲人咧，每一個星嗰啲 free 位啊，每一個星期都要落去一晚2至8咁樣。到7點鐘嘅時候呢，啲人去 counter，啲人去晒食飯咧，就得我自己一個人當班嘅啫。咁你嗰陣時咧要負責咧7點至8點嗰個時間係最忙嘅，因為呢啲人仲未走，嗰啲學生冚唪唥喺度借書，樣嘢嗰個鐘頭咧，我要喺嗰度打真軍，可以唔做晒嘅，即係但係我從來都冇話啲嘢留翻俾佢哋做喎，乜嘢我都做清，然後先交晒佢。呢啲係性格。你記得以前啲學生係點嘅咧？學生啊，以前啲學生，我初去入職嘅時候，嗰啲學生好斯文，好靚，打扮得好靚，大學生喎。嗰陣時真係好注重禮貌儀態啊！女仔長衫、高踭鞋，男仔西裝打呔。而家咧，回顧而家咧，好宣布咯。而家即係可以 T 恤一件，短褲一條咁啊入拉嘅啊！以前唔得噶，以前唔可以嘅。而家着拖鞋都可以入噶啦，以前唔得嘅，一定要着皮鞋嘅，波鞋都難得入拉記嘅。咁啲同事咧？啲同事啊，我好幸運，喺屋企嗰啲同事同我相處都算係融洽啦，食嘢乜嘢都有我份啊，去玩啊咁都有我份，個個同事都好好，由山頂至到山腳，啲同事對我相當好啊。